18年前，日月神教十长老与正道高手约战华山之巅。十长老武功高强，正道人士死伤惨重，不得已用计将十长老困死于山洞。8年后，嵩山、泰山、衡山、华山及衡山组成5岳剑派联盟，联合武林正道攻上黑木崖，一举击溃日月神教。此以后，5岳剑派和少林武当并称江湖3大支柱，成3足鼎立之势。大名鼎鼎的日月神教白虎堂主上官云，如今却如同丧家之犬。飞斌，你们以多欺少，胜之不武。跟你们这些魔教余孽，不必讲江湖的规矩。你到底是谁？东方不败。不但夺回了黑木崖，还杀了乐后和钟震2位师弟。武当的冲虚道长和少林方正大师与掌门师兄共成为正派的3大高手。葵花宝典如此强横，看来普天之下只有辟邪剑谱能与之抗衡了。你立刻飞鸽传书给丁勉，告诉他，之前以理换辟邪剑谱不成，这次直接下手，不用再跟林震南客气。此刻东方不败兴风作浪，武林危在旦夕，哪能容得他林震南再做推辞？
都起来吧。镖师走镖啊，路上虎豹豺狼均有可能出现，所以你们平时练功一定要做到认真刻苦，练就一身高超本领，真正做到万无一失，维护我扶危在江湖上的声望。是。那嵩山派要夺辟邪剑谱，你既已练成，给他们便是，何必要结怨呢？嵩山乃名门正派，即便我不交给他们，他们也不敢拿我怎样。那你干嘛还向华山派求援啊？我打算让岳不群做和事佬，借此机会搭上嵩山派，这样镖队在中原便可畅通无阻了。你呀，就你鬼点子多。嵩山派居然逼着林震南献出辟邪剑谱。震南兄来信，想请我帮忙，向左冷禅说情。嵩山剑法已是5岳之冠，左冷禅还不满足吗？爹，娘。徒儿给师父师娘请安。您二人来得正好。左冷禅觊觎林家的辟邪剑谱，为师决定要你和德诺骑快马先去打前站，我和你师娘率众弟子随后就到。是。但切记，暂时不能和嵩山派弟子发生冲突。5岳剑派同气连枝，弟子晓得。我也要和大师兄一起去。林老弟，看来你是打定主意，不愿意接受我嵩山派的美意了。不敢。贵派愿意屈尊与扶危镖局结盟，这本是天大的喜事。只是这交换剑谱一事，看来嵩山剑法是入不了林总镖头的法眼了。在下绝无此意。是远图公留有遗训，辟邪剑谱不可外传，晚辈子孙不敢违抗。废话我也不想多说，怀璧其罪的道理你应该懂的，还望林总镖头三思。总镖头，这边。
让开，让开！身上并无伤痕，或许是喂马时突然猝死。可老李身体一直强健，怎么会突然死了呢？也许有什么隐疾吧。好了，将老李妥善安葬，再多拿些银两，好好安抚一下他的家人。是。快撤！快撤！快撤！站住！别跑！快！追！总镖头，又出事了。又怎么了？刘成他也死了。过了饭时，也不见开饭，我寻思过来催催刘成，没想到他就……死状跟老李一样，不会是闹瘟疫吧？福州城什么时候闹过瘟疫？难道是鬼怪？白镖头，到！你带几个人马上到金刀门，向我的岳父王元霸求援，立即动身。是。大胆狂徒，不得伤人！小师妹，躲远点，别伤了你。小师妹，小师妹，日才人，兄弟们，前赴！撤！快撤！我让你躲开，你没听见啊！大师兄，这干嘛呀？小师妹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注意点。你说呢？多谢公子出手相救。理应是我感谢三位。不知三位大侠尊姓大名？在下华山令狐冲，二师弟劳德诺，小师妹岳灵珊。令狐大哥，我是福威镖局林平之啊。
出事了！来人！出事了！快来人！出大事了！快看，快看！嵩山派号称名门正派，居然做出此等丧心病狂之事，是不是嵩山派所为，尚不确定。你的意思是，杀死白镖头的另有其人？江湖险恶，怕是有人浑水摸鱼啊！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就把剑谱交出去吧。辟邪剑谱乃祖传之物，宁死也不能落入他人手中。那可如何是好？多增设几个哨岗，密切注视镖局周边的动向，发现可疑情况，立即鸣鼓示警。是。各镖头率领本队人马轮流巡逻，加强防范。是。记住，此事不得向外界透露半点消息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儿子，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哎呀，胡说些什么？娘，当别人面，你也不嫌害臊？哦，莫非这位就是令狐贤侄啊？令狐冲拜见林总镖头。劳德诺拜见林总镖头。林伯父，还认得我吗？灵山姑娘，哎呦，可算把你们盼来了。你爹呢？他们怎么不进来啊？师傅派我们3人先打头阵，他和师娘晚些日子就到。岳掌门没来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在孩子面前，不要提那些扫兴的事情。哎，来，干！你们久居华山呐，这些沿海风味平时很难吃得到，今天一定要多多品尝品尝啊！哎，来，让林总镖头费心了。哎，客气。来，娘。灵山，来，吃点。谢谢林伯父。娘，您多吃点。要不要帮你拔一个？岳师姐，你是第一次来福建吗？我都是第一次离开陕西。哦，那明日定要带你好好游玩一番。好啊，好啊。对了，我还收藏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，你要不要去看一看？走。哎，平之，娘，等我回来再说。走，快去快回啊！小师妹孩儿心性，让林总镖头见笑了。林山和平之的年龄相仿，就让他们胡闹去吧。啊，来，干！谢林总镖头。干！如此粗的旗杆，不可能无故折断啊！总镖头，总镖头，什么事？马厩的马匹全让人给杀死了。这没想到2日之内竟伤了13条性命。贤侄认为，
这凶手是不是嵩山派所为？好日子才年，兄弟们，切腹！袭击平之的人是巴蜀口音，用的也不是嵩山剑法。我平日从未与巴蜀一带的武林同道结怨，何人竟下如此毒手？哎，死者身上可有何伤痕？无疑似伤痕，也没有中毒迹象。镖师的尸体可在府内？在。这位就是白镖头。得罪了。前辈，你看，他虽然外表没有伤痕，但他心脏已经碎了。莫非贤侄猜到凶手是谁了？难道是崔新长？目前还没有。带我出去查看一番。好，好，好。大师兄，二师弟，我出去查探一下，你在府里保护大家啊。大师兄，你武功比我高，还是你留下吧。不是我，哎呀，大师兄，我行走江湖多年，而且精通易容之术，打探消息最是擅长。好，小师妹回来了吗？小师妹还没有。没有。哎，姑娘，你看见我小师妹岳灵珊了吗？回灵湖公子，岳小姐和我们家少爷出城打猎去了。什么？公子有所不知，野猪呢白天一般是不出来的，只有在天亮前的2个时辰才会最为活跃呢，所以。有刺客！你们
到底是什么人？快走！小师妹，站住！别动！小师妹，呀！小心！快走！大师兄！动手！大师兄，令狐大哥，我拦着他们，你们快走！令狐大哥，大师兄，走！走！有毒！卑鄙！狗熊野猪倾城四兽，放屁！俺们是英雄豪杰，倾城四秀。果然是倾城派。蠢货！快，站住！快走！别动！小师妹，林平之，小师妹，林平之，肥也是抓活的，你往啥了？是。怎么办？没有路了。相信我，走。他们身上有伤，让他们也走不远，分到这下路，堵他们。走，好，是，走，快点，快。还天下第一镖局，这林振南的功夫也不过如此。
都经不起我们少掌门2个回合。何必这样苦了自己，又害了家人？你这样沉默，难道可以躲得过去？剑谱在哪儿？我就是死，也不会把它交给你们的，夫人。好，那就成全他吧。受死吧！夫人，相公，辟邪剑谱是我。夫人，夫人。夫人啊！夫人，夫人啊！于沧海，你堂堂青城派一贯之主，竟做如此丧尽天良之事！老夫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别演戏了，就算你不露真容，崔心掌的功夫骗不了我。于沧海，我定要将你的丑事公之于众，你等着成为武林的公敌吧！你觉得自己还有命离开吗？我师父君子剑马上就到。上！人言我儿，人言，儿子，令狐冲，月姑娘。你没事吧？夫人，是我害了你呀！前辈，于沧海的狗贼呢？暂时甩掉了，不过很快就回来。前辈，贤侄，我恐怕是不行了。咱们先离开这儿。平之就拜托给你了，让你师父收他入华山之门，护他周全。您放心，
传之物，一定要他妥善保管。切记，愿土公留有遗训，晚辈子孙不得反看，一定要让他记住。好，我一定带头。咱们先走。贤侄，你快走！快走！月姑娘，月姑娘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，醒醒啊！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月姑娘，你醒了。没事了，实在太好了。别哭。怎么样，还能走吗？哪个也莫想跑！我爹是华山派掌门岳不群，你敢杀我，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就算五岳盟主周冷禅来了，我们也不怕。快跑！对，快跑！快跑！爹师伯。天志，过来！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爹，娘，别拉我！你儿子。儿子，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娘，你说话呀！娘，天之，娘，等我回来再说。
谁？于沧海。家全家惨遭残害，求丁前辈主持公道，缉拿凶手，令狐冲。此事关系到五岳剑派的清誉，丁某人一定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大师兄为人光明磊落，断不会做出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。令狐冲的剑就插在我爹身上，你们还想如何狡辩？是不是有人想栽赃嫁祸呀？福威镖局可曾结下过什么仇家？我爹他为人和善，哪来什么仇家？倒是自从遇见你们之后，才惹出这么多祸事。难道我们特意跑来害你林家吗？小师妹，我只相信我自己亲眼所见。你别忘了，咱们被蒙面人围攻时，是大师兄舍命相救。是不是你们华山演的一出苦肉戏？你敢侮辱华山派！小师妹，来啊！让天下的英雄看一看，你们华山派赶尽杀绝的手段。动手！动手啊！动手啊！别吵了！镖局的马。上马，跟我走。撤！撤！撤！大师兄从来剑不离身，肯定是有事发生。难道大师兄撞上了灭门真凶？一定是这样。仅凭几句话，就想帮令狐冲开脱，当别人都是3岁孩子吗？华山派离此地路途遥远，你们3个人到福威镖局有何贵干？家师与林总镖头素来交好，让我们到此探望一下。我倒希望你们从未来过。假设此事是令狐冲所为，以他一人之力很难成事。但就算你2人合力，不是林震南的对手。现场一定有一位武功高深之人。案发之时，晚辈并不在现场，而是出去打探消息。何人可以证明？丁师伯，你定要将罪名扣到华山派的头上吗？真相大白之前，人人都有嫌疑。丁某并没有针对谁。丁前辈，只要大仇得报，李明之甘为嵩山派当牛做马。我和你父亲肝胆相照，只是尽点绵薄之力罢了。来，就是苦了你这个孩子，
年纪轻轻就变成了孤身一人呐。看来，当务之急还是先找到大师兄的下落。侄女先下去查看一下。师傅，林平之呢？令狐冲和嵩山派突然插手，人没抓到，三位师兄也死了。对付区区一个府威镖局，居然让青城派精锐尽失，此仇不报，我宇沧海望尘为人。师傅，您找我？你派2个人跟着岳灵珊和劳德诺，我怀疑他们知道令狐冲的下落。难道这化身派也是为了辟邪剑谱而来？不得不防啊！剑谱绝对不能落入他人手中。你是东方不败派来的？你就是五毒教教主蓝凤凰。不错，我就是蓝凤凰。不知道你到我们这儿有何贵干啊？我奉日月神教东方少使之命，前来取回教主信物黑木令牌。黑木令牌是我师父当年拼了性命才从五岳剑派手中夺回，你简单一句话就想拿走？你是想抗命不遵？想要令牌，让东方不败亲自来取，你还不够资格。小丫头，当年你师父都不敢跟我这么说话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是吧？小丫头，好大的煞气啊！谁活得不耐烦，还不一定呢。好，今天我就替神教清理门户。敢来五毒教闹事，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念在你与家师有救，今天就放你一马。回去告诉东方少使，少来窥探我五毒神。有本事，他该去福州看看，那儿可是众矢之的。哎，这什么？这是我的香荷包，是姑娘救了我。香荷包？
你一个大男人，身上随身带着香荷包？这是小师妹偏要让我带的，还请姑娘还给我吧。还真是定情信物啊！那我就偏不给你了。姑娘，你别开玩笑了。你看中我别的什么东西都可以，就是这个香荷包要是丢了，小师妹会生气不理我的。你身上没有我喜欢的了，我就偏偏喜欢这个。姑娘，你别闹了。姑娘，嘘。什么人？大胆贼子，敢在这儿捣乱！天下竟然有这么大的事！小虫子敢跟大蛇斗，不知是何其物啊！这是千年寒潭中因你出的冰蚕，寒毒天下无尽。那大蛇岂不是输定了？黑王自小被我以各种奇毒猛兽喂养，体内奇毒不下万种。今日冰蚕在劫难逃。姑娘能从于沧海手中救人，又饲养毒虫，莫非是云南五毒教的人？不错，我是五毒教教主蓝凤凰。你要为民除害吗？姑娘说笑了。虽说正邪不两立，但也不能以偏概全。何况姑娘一看就是宅心仁厚、侠肝义胆。你这人倒是挺有趣的。于沧海为什么要追杀你？他为了辟邪剑谱，杀了福威镖局满门，恶行被我撞破。青城派号称名门正派，暗地里却干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哎呀，蓝教主救命之恩，令狐冲铭记在心。姑娘，能把我的香荷包？你是岳不群的大弟子。姑娘认得家师。
就拿你的惊喜，助黑王抵御寒毒。没想到贼子却如此猖獗。师傅，可曾看出对方的武功家数？此人武功博杂，明显是隐藏身份，应该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。到底是谁，要将林家赶尽杀绝？此人要取你性命，易如反掌。活捉才是目的。抓我？你还是不明白。你们家的大祸都是因为辟邪剑谱而起。将你碎尸万